好，我是赖伟一，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高雄缺乏全时段开放机场议题讨论已久，如今终于传出好消息。日前于国会质询中，行政院长卓荣泰承诺将在年底前提出相关机场设置计划跟选址。而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如果选定南新计划区，将同时解决营建土方。南台湾全时段起降国际机场建制即将提上日程。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在国会中承诺，将在年底前提出相关规划及选址评估。未来南台湾将与国际市场接轨，物流往来及观光将不再受到限制。为了因应将来南部的大的整个科技的发展，24小时的货运，对，因为南台湾不只是高雄，包括台南的，包括屏东的半导体产业也都在发展，所以未来一个24小时的货运等等都很重要。对。所以我们现在在地点的选择、工程的这个技术方面，交通部都在。所以院长，我们今年开始正式启动这样24小时起降的开始评估跟思考。是，这交通部行。好，跟委员报告这个没有问题哈，我们也都在研议当中哈。那委员也建议过好多次哈，我们会持续来研议这个议题，因为南部确实需要一个更好的机场，24小时的机场，这是南部很多乡亲跟委员的期望。目前高雄小港机场正在进行扩建计划，立委赖瑞隆表示，这与新建全时段机场并不冲突。而高雄地方则认为南新计划区是不错的选择，不只远离住宅区，且如今填海造陆技术日渐成熟，也能解决土方问题。可是咱高雄市真正欠一个24小时会使飞的国际机场不然会赶不上产业的发展，然后甚至导致国际观光航线推动的困难如果有南新计划的加持这个当然是如虎添翼因为硬体的设备的这个出口不管是高价值的航空货运或者是海运，我们也有其他的这种港铺的这些服务。那这个当然一定会让我们的产业的分布呢能够更加的多元。这个对高雄来讲当然是这个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那如果这个机场的选择不是在高雄，那这个当然一定会让我们高雄成为一个在城市转型关键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利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其实高雄没有什么退路了，咱哪不往高职化，然后在应用服务的这个方面做好各种的这种准备，那我们当然在未来长远的产业竞争里面，我们会处于一个相对不利的一个状况，这里我是真希望讲，大家让共同来支持咱南城计划。对于新机场的兴建，各方都乐见其成，而院长的承诺也有望将梦想照见现实。未来也将规划24小时的起降的机场。那卓院长已经承诺在年底前来启动规划。那未来地点选定之后，不管是南新或弥陀或等地点选定之后，那交通部就会进行相关规划。我们希望未来高雄像北台湾一样，有松山跟桃园机场。有未来高雄有小港跟我们这个海上的新机场。那因为我们高雄南新计划，它包括可以解决大林埔的迁村计划，那包括我们那个土石方的去处，包括我们南新国际大机场在那边设置，那也可以解决让我们高雄可以24小时可以起降。目前中央着手进行后续机场建制评估及选址计划，至于后续会选择何处设立还是未知数，仅期盼能尽速完成准备阶段，让高雄发展迈向全新篇章。记者陈怡轩高雄报道。为了改善路幅过宽导致车速过快的问题，高雄市交通局启动车道瘦身计划，将针对3个社区把部分车道空间回收给人行使用，并在中间施作行人庇护岛，引导来往车辆提前减速。不过三民区合体路车流大，即使改造后，民众过马路仍旧胆战心惊。地方呼吁应搭配科技执法，才能够限制违规。马路中央放置了2处三角锥，地面上的标线涂销重新画色。这是高雄交通局实施的车道瘦身计划，将针对3个社区，把部分车道空间回收给行人使用，并在中间施作行人庇护岛，引导来往车辆提前减速，以让民众过马路更加安心。因为这个社区都是邻近社区嘛，那就建议时速30公里，又特别画这个线，开车的人觉得都会注意啊。我本身开车的，我也都奇怪怎么画这个。对，是对他们行动不方便的，但是有比较好啊。
比较安全啊。择定这个比较高龄化的一个那个住宅区，好，那3个社区的人口行人都非常的多，那也因为周边都有一些比较快速的这个主要道路哈，它的车速比较快，那所以会造成说行人在穿越路口的时候会比较有风险。这次所规划的这个减速设施呢，目的就是要让道路回归到住宅区周边比较安全的一个通行的速度。要适度的让车跟人呢都能够意识到这条路上的一个风险所以这次在河堤路上就设置这个中央的这个庇护岛，让行人呢能够安全的来做2段的穿越。只不过像河堤路这样的路段，车流量相当大，即使现在将车道压缩，车速已经有稍微慢下来的情况下，民众过马路依旧还是胆战心惊。有部分当地居民表示，还是希望能够加装红绿灯或是行人专用号志，才能真正保障通行安全。路口这里，我给你建议，需要一个红绿灯。你还是只要红绿灯？对啊，因为我们要过，没有红绿灯，我们不敢过啊。所以你刚刚这个路口就是需要红绿灯。需要啦。我反映他说这边要做那个按键式的那个红绿灯，你知道吗？我知道了。平常是闪黄灯，行人要过马路的时候按一下。变红绿灯。当地里长表示，河堤路行人通行的问题已经讨论多年，虽然历经多次会勘，但依旧无法根本解决。面对这次的标线改造，他表示还是希望斑马线的范围能够再加宽，而且还需要导入科技执法，才有机会进一步的限制驾驶的违规乱象。当初会勘有建议要装红绿灯，因为这边也有汽车出入口，当然那是私人出入口啦，但是。交通局的说法是说，这边的这个装设的费用比较高，小绿眼也不能装。数位科技的话，我想这个很多路口都装了，这个地方应该是相关单位可以考虑来装，因为这个效果会更明确。三民区河堤路的改造难题是高雄推动人本交通必须面对的挑战。尽管这次的硬体工程已经陆续完成，但如何与地方持续沟通并倾听心声，并导入更加全面的执法与配套，才能真正解决行人长久以来的过马路行嘎嘎的问题。解说君高雄报道。凤山车站招商频频失利，近来台铁更喊出要做便当观光工厂挽救人气。不过地方民代却认为需要将凤山车站纳入捷运轻线规划当中，才能够抢进人流。如果再错失最后的可行性评估机会，就需要再等10年，对凤山车站发展相当不利，恐将陷入停滞。凤山车站招商频频失利，让台铁喊出要改成便当观光工厂来挽救人气。不过地方民代却认为，需要将凤山车站纳入捷运轻线的规划当中，才能抢进人流。如果再错失最后可行性评估的机会，就需要再等10年，这样对凤山车站的发展是相当不利。那因为人流的关系，所以让这个空中凤城的百货公司跟电影院呢一直流标，所以才会沦为最后台铁自己要回来经营这一个观光工厂，所以这非常的可惜。路网的设定，那一直到规划，然后还要送中央送审，这个时间3到5年，3、5、10年，好，一直到捷运落地新建，这可能都需要10几年的时间。那空中凤城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来做等待，所以希望呢，这个高雄市政府能够赶快把这个楠梓到五甲这条捷运线列为高雄的优先路网，那能够呢赶快来设计，能够来赶快来做这个可行的评估。凤山车站迟迟没有新的进度，也让地方相当忧心，生怕无法顺利扮演火车头的角色，带动周边发展。因此，对于凤山车站纳入捷运线的规划，也表示相当赞同。争取方向是对的，这对我们凤山火车站，还有我们凤山火车站周围的一些店家，他们来讲是有加分的。这一次真的是关键点，因为它这个10年，这个黄金期过了的话，可能又要下一个10年。那个如果说那个南北线的延伸线能够来经过那个凤山，那个尤其那凤山的火车站，那个花了这么多钱卖便当啊，这个真的是有点落差太大啊，因为一个企业在经营的话，它一定是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那个交通嘛，因为有交通才是有人流进来。如果说以那个南北线的捷运串流来经过凤山
然后进入到五甲来做那个地方军营的发展。我想这一条线是真的是重中之重。譬如说现在呢，高雄火车站啊，因为高铁啦、台铁啦，还有捷运啦，他们共构，你看他们整个城市的风貌啊，居住的生活的品质跟便利性。那真的是落差真的是很大。由于凤山缺少南北向的捷运路线，因此未来青线结合东西向的橘黄线，将可完善凤山的捷运路网。目前是否已经纳入未来的优先规划？期待交通部可以评估通过，让凤山车站再现生机。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桃园中丰交流道工程传出好消息，桃园市长张善政在日前陪同交通部长陈世凯、立委鲁明哲跟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各议员代表跟在地多位里长实地视察时宣布，第一期工程不但超前进度，更有望在年底前提前通车。桃园市长张善政于24号陪同交通部部长陈世凯、立委鲁明哲与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各议会代表在地多位里长实地视察中丰交流道新建工程，沿着匝道逐步查看进度。交流道工程第一期以北入南出为主，表示完工后能有效分散内壢交流道拥塞车流，对青埔内壢一路到桃园市区的南北向交通都是立即有感的改善。不只让交流道更顺，也能降低上下班时段的塞车压力。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第一期工程目前超前约3%，整体进度比原本工期提前近半年。接下来要完成的包括标志、标线、路灯与路面改善。交流道已接近可通车标准。这个工程的这个进度卢委员在交委会就很清楚，大部分都是落后了，没有超前的但是这个工程我们超前了3%那也超前了应该有半年的左右的时间啦那真的是市长跟委员非常关心在地的乡亲们大家的需求。通车标准已经达到提前通车的这个公文，我已经签出来了，也就是交通部已经核定了。那我们会在刚刚我讲的这个标志标线，大家目前还没看到标志标线嘛？还有路灯，把它装好之后，跟刑辅局长这边配合好之后，我们在今年的年底年底很快啦，下个月讲快一点就是下个月下个月就会达到通车的状态。希望大家在元旦的时候想去台北跨年，可以透过这个交流道到台北去跨年。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这项工程是中央与地方一起努力的成果，对年底提前通车非常有信心。尤其更感激的是说，这个进度现在还微幅超前有机会在年底以前通车，这个对于地方来讲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福利措施。那么第二期当然我们也期待报部以后行政院能够尽快核定。那么我们刚才交通局做了一个小的建议修正，就是从青埔要上北向的这个匝道能够不要在中丰北路回转，而是另外从右边走一个环道，这个也麻烦高工局再评估一下，看是不是可行。我想中央跟地方密切配合这个是应该有的做法。那么我们交通局在这个所有道路在地的耗资跟道路措施，南园路打通过来，这个我们也会尽快进行。我们在都市计划跟土地取得会尽快进行，期待能够也是像我们这个匝道一样，能够尽量提早通车，让我们这个附近在地的这个车流也不要拥塞，尤其是不要回堵到我们的主线上面。立委鲁明哲也补充，中丰交流道将会缓解原本周边两侧交流道车流，但请民众注意，中丰交流道只有通向五杨高架，而非原本国道平面上。主体的工程在12月月底能够正式完成通车，也就是在1个多月的之后中壢的第3个交流道正式启用那这时候我们不管是中壢、桃园南区很多的乡亲长辈，这是一大的福音除了内壢交流道、新屋交流道，因为现在比较拥塞所以这个第3交流道中丰交流道如果通车之后，大概可以疏解这2个交流道一定的车流但是要提醒所有的好朋友，是只有高架五杨高架可以上下的这个专门的交流道，也就是说你上来就是五杨高架，没有办法到平面你要下来也必须在五杨高架才能够走中丰北路一起下来。当然在周边的一些收尾，桃园市政府跟我们这个交通部也会继续来合作。交通局表示，中丰交流道在109年核定后分为2期办理，第1期至112年开工，
并增设北上回转道，预计会与交流道同步启用。第2期可行性评估预计年底送行政院核定。也建议纳入青埔北上匝道设置，强化整体通行效率。之后我们也会再增加一些新的国道客运路线，首先是9025，也就是中坜到我们圆山，那预计会在明年2月完成我们相关的行政程序。那另外核心客运也有3条的国道客运路线往南板桥、嘉义、台南、高雄，也会在后续去进驻。除了中丰交流道外，目前中央在桃园推动的大竹交流道改善、国道3号八德交流道增设、国1甲及国2甲延伸等多项重大工程，总投资将近约1100亿元。随着工程陆续完工，桃园整体路网会更加完整，地方道路衔接也会同步改善。记者李成浩，桃园采访报道。环保团体指出，高雄莲池潭都计案因为限高，临湖退缩不明，环团忧心天际线会破坏影响观光跟绿地保存。但有民众认为湖区建设才是关键，而内政部委员会也将全案退回专案小组重新审议。左营莲池潭风景区包括龙虎塔、半屏山等知名景点，每年吸引400万人次的观光人潮。但环团发现，高雄市政府送交国土署都市计划委员会审查的都市计划通盘检讨，没有针对莲池潭周边建物高度进行限制，造成湖岸天际线被破坏。环团与议员都认为会影响观光人潮。你没有限高，现在就已经产生弊端。我们的龙虎塔后面长出一个超高的大楼，变成整个背景超级丑。本来是蓝天，现在变成是一个高楼在后面。我们的半屏山的前面跑出了高楼，我们的湖看过去以前是湖岸山光，现在是湖岸建筑跟山。所以民众来这边，国外游客来觉得哇，慕名而来，发现怎么这个景观这么的丑？观光客来到莲池潭，他们在拍照的时候，那个整体的这个画面的这个美感，好，所以说在这部分我们是支持这个民团他们来反对就是会有这个未来可能在周边会有新建超高楼层的这个建筑物的这个问题哈。而在一旁的旧左营国中绿地将转开发为研教园区，预计新建产学2、3馆与科研大楼，但都市计划内容中却没有明定市府对外说明的临湖岸要退缩80至100公尺，民众或是议员都相当担忧绿地无法保留。市府有公开承诺说，其实离湖岸边退缩100公尺左右，它是要净空成一个永久性的绿带。但是落于都市计划的文字，它却没有任何要求说这一块是永久性的法定空地或者是永久性的绿地。那也就是说，未来它可能随时有需求，它可以再去盖新的建物。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短期的承诺。那这样的话，根本对民众来说是没有保障。然后我们还看到地下室开挖率可以开挖到70%。那你想想看，你只要开挖70%，所有树不都挖光了吗？那学校一定要有所谓的运动场啦，什么其他的配合，就是学生活动的一些建设嘛。这样子的一块地，我看大概就会盖满了啦，不可能适度保留。他们未来的这个受损的这些计划里面哈，我们来做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把关哈，这个我想比较重要。只不过对于高楼会破坏莲池潭天际线，影响观光人潮，民众表示影响不大，认为重点是湖区的建设与自然景观的维持。不会，因为它大楼是在风景区的后面呢，所以没差。因为我觉得，因为这个是一个趋势啊，以后一定会一直盖房子的啊。对啊，我觉得不会影响到这边的景观啊。重点是在这个步道吧，这个步道这样环绕这个湖，这个很漂亮啊。这边我觉得人不会很多，你这边可以来散步，或者是骑脚踏车，或者是就是坐在这边看湖景，也觉得蛮 chill 的。在审查会中，因部分委员提出都市计划变更范围内尚有其他变更案审议中，加上民众提出的陈情意见，还需讨论厘清。计划案是退回了专案小组另行审议。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中山区太白里的米白瓮篮球场跟儿童游戏场，在市府台电跟地方协力改善后，正式落成启用。由市长谢国良亲自主持启用典礼。对于完善的设施，让在地民众感到相当开心。感觉哦，对吧？这个是一个，还有这个是这个可以用，好像是说抓背了，这个可以对了，抓背了，抓背哦，对，背痒是吧？
太白里的居民都相当肯定，由市府与台电协力完成的这个篮球场与游戏场，可以让老中青3代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运动休憩场所。这边开放了很方便，我带孙子就不用很麻烦，还要孙子指定要去哪里了，本来都到水尔发电厂那边也有啊，所以这里给我们村庄，给我们附近的仙洞山里很方便，然后傍晚上来的时候，小朋友带上来都很方便，真的要感谢市长的那个成绩做得很好，真的。无大概来都无通我算一下就走啊。进了哦。对啊，带小朋友来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啊。我们都3代同堂啊，我都跟我孙子他们来这边抓宝啊，看天气啊，放风筝都可以啊。哎呀，所以现在改这样子比较可以吸引对啊，对更多人，对更多人来，主要是小朋友的地方玩。现在都是亲子啊，没有可以玩的，一下子就走了。为什么我们以篮球场为主走？是因为一些年轻人他们都是在外县市打拼哦，然后假日回来陪家人跟小孩子作乐哦。那因为年轻人回来，他可能有一点时间可以自己游乐，所以说把篮球场为重心，就是因为他们希望他们能常常回来，那有一个游戏的地方，然后一个同乐跟同辈的同乐在这里玩，然后带着妈妈、长辈跟幼儿来这里上面做一个亲子游戏。3、2、1，请用针。启用典礼现场贵宾云集，包括市长谢国良、市议员宋伟立、施伟正以及社区民众，还有参与建设的台电团队，都一起共襄盛举，支持在地建设。那这个是市府很关注，而且投入一定经费的一个设施，终于完成，很开心。那也要特别感谢台湾电力公司，其实在这个案子也出了不少力，那能够促成这个环境，所以我相信一定可以在这个地方上，我们跟台电携手合作，做更多的电缆地下化，然后丰富地方的更多元素。然后呢，也希望带动太白里以及百米用炮台这个地方的一个观光休闲跟长辈活动一个空间。对，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今天在这个太白里的这个篮球场跟儿童游戏场能够启用哦，确实今天这样看起来有达到当初大家想要达到的这个目标，就是让大家耳目一新，可以让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做出很好的一个游戏的空间。它的缘由是因为在前年的时候，这个里长有跟我提到说，这边的游戏场啊，整个都已经应该要汰旧换新了，就跟我讲。后来当时我就问说，经费我这边可能不足，没有，那我就带着他一起去找市长，然后把整个蓝图跟市长也做了报告。那市长一口就答应了，就说非常好，非常好哈。地方的尤其让这边有一个儿童游戏场，然后还有篮球场，等多元化的一个场域啊，让大家来享用，觉得蛮不错的。那我最感谢就是这2个单位啊，就是台湾电力公司跟基隆市政府的谢市长，跟我们这个台电的郑副总跟卢处长哦，在协调的当中哦，因为经费的关系哦，也不好争取到。那这一座是我们基隆市第一座台电协和哦，这边争取最大的经费资源。那在这个协办当中，2个单位不断的向上争取，然后由宋议员、宋议座跟市长川中居中协调也争取最后的一笔机会。那市长也大力愿意支持，说一口就答应说，这里的经费不足，只要设计出来的经费不足的话，台电经费以外全力支持、全力配合。而在启用典礼中，市长谢国良也特别提到台电的4阶计划，重点就是民众的安全为优先考量。与会的台电高层也表示，完全理解在地的想法，会根据市长的要求加强在地沟通。安全及减灾会议邀请了很多安全、消防以及相关的专家都与会，大家其实有很多的意见跟想法。所以下一次在开会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台电共同的来参加这个安全及减灾会议，务必就是说从规划期、施工期我们都要
了解到专家对于这个未来的更新他们的看法跟措施。就像我多次讲的，没有安全就没有电厂，所以我们一定会把这个部分要做到最严格的把关，一定要做严格的把关，才会考虑后续的每一步。所有的电力供应一定是要先考虑到地方的安全，不只是地方的安全，电厂的安全。所以地方整个基隆市的安全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事情，这也是市长不断的指示的事项，我们一定会做到。那当然，这个为了要做更新改建的目标，就是要稳定供电，所以在稳定供电也是我们这个更新改建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之一。那在这个电厂的建设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不要讲电厂建设了，过去协和电厂在这边长长久久的情况下，已经在跟地方做了非常多的互动。跟共存共荣，我们相信在未来的这个市街以及协和的更新改建计划的过程中，我们也会秉持这样的精神，持续跟地方来做互动，好好的跟地方来共存共荣。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社团法人返老还童气功协会将在明年3月1号举办全民路跑，为癌友点亮希望公益路跑活动。上周五举行启动记者会，秉持推广健康照护癌友理念，以让绝望的人看到希望，重获健康精彩的诉求。即日起开放报名，邀请民众一起来路跑做爱心。社团法人返老还童气功协会预计在2026年3月1日举办全民路跑，为癌友点亮希望公益路跑活动。上周五举办活动行前记者会，包含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立法委员张宏陆、叶元之与新北市议员洪家军等人都到场，一起呼吁民众踊跃参与。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表示，路跑活动主会场位于新北市美术馆，是今年4月25日刚启用的艺术场馆，位在新北市莺歌区莺歌溪与大汉溪汇流的三鶯新生地。民众在路跑的沿路上，可同时欣赏大汉溪自然美景与河滨景观，跑起来非常舒服。欢迎大家一起来动健康。很多事情就是要全民大家一起来，尤其头头讲的第一个健康，第二个欢乐，第三个希望，第四个要有公益，所以这些元素在一起把这个路跑变得非常的有意义。那这个活动本来很特别，本来没把台湾那个市民这个广场没给它造出来，后来再怎么讨论都不放心，因为这一出来在市区跑步，因为我们有最长还有到10公里嘛，所以这个跑下来可能对市民的干扰很大，所以后来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想一想，我们的美术馆刚落成，今年4月25号才开馆，然后整个美术馆的园区的附近，第一个它可以跑到我们的类似像堤外河堤的概念，所以在整个河岸边来跑，风景感觉又好，又不会影响到交通，所以很符合我们路跑的条件，加上健康的感觉、绿色的感觉都进来所以非常谢谢后来我们路跑协会整个就做了一个调整，把地点我们就移到莺歌的我们的最新开幕的美术馆。而一向支持新北体育活动的新北市议员洪家军则指出，期待透过公私协力，一棒一棒，让新北市民能越动越健康。欢迎大家一起参加这场具有意义的路跑活动。副市长刘和然副市长也特别来邀请大家，地点就在我们今年才刚启用的新北市立美术馆。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讯息各位知道我们亚洲区第一个办理一个世界壮年运动会，闭幕式有人知道在哪边呢？新北美术馆。对啦，同个地方，所以我说让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运动氛围，包含刚刚委员特别提到运动产业大巨蛋的产业这样的一个不论是演唱会或者运动产业，都是需要大家不断来协助做倡议，让我们围绕的同一个核心都是什么？健康。我们一起加油！我相信透过我们返老还童这样的一个活动，一棒接一棒，包含市壮运，我们公私协力，包含我们很棒的返老还童，我们一起加油，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全民路跑为癌友点亮希望，路跑活动目前正在受理报名中。路跑共分为10公里组及5公里组的路跑组，以及3公里组的健走组。而成功报名参赛的民众，除了可获得路跑活动 MIT 纪念 T 恤、运动毛巾、环保手提袋、运动反光袋等多样好礼外，全程完赛也将颁发完赛证书。另外还加码提供高额游园券，让民众跑出健康外，还能有吃有玩，欢乐一整天。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上活动网站查询报名资讯。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
进入12月，耶诞气息逐渐展开。2025台北耶诞爱无限活动也正式展开，延续在有天堂路美称的新生南路，打造5大灯区。今年更延续到大安森林公园，由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点亮耶诞主灯心愿树，希望让冬夜里的公园化身成梦幻耶诞舞台。此外，12月13还将举办耶诞音乐会，12月12到14号则有国际耶诞文化嘉年华，还有其他音乐活动。欢迎民众一起来台北市感受耶诞节的喜悦跟温暖。3、2、1，2025台北耶诞爱无限正式启动。在台北市长蒋万安与公共传播局局长于翔、立法委员罗志强、台北市议员曾宪言与多位教会代表共同启动下，位于大安森林公园11号出入口的耶诞主灯心愿树瞬间点亮。这是2025台北耶诞爱无限点灯仪式现场。除了大安森林公园圣诞奇境外，今年也延续在有天堂路美名的新生南路，包括卫理堂、基督复临安息会日会台北教会、天主教台北圣家堂、台北和平长老教会与台北真理堂周边布置5大灯区，即日起到明年1月1号，每天傍晚5点到晚间10点点亮，欢迎民众前来漫步期间，享受浓厚的耶诞氛围。耶诞爱无限的活动已经迈入了第6年，那每一次我们都借由这个活动，把爱和关怀传递给许多的市民朋友。当然另一方面，今年我们也特别规划了6大展区啊，所以不只是今天我们所在大安森林公园，还有包括从卫理堂到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的台北教会，到圣家堂到真理堂，再到和平基督长老教会，哇！所以这些在我们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月1号跨完年，每天傍晚5点一直到10点都会亮灯，所以市民朋友经过的时候，除了感受到耶诞的氛围，同样也可以享受一点浪漫的气氛。除了浪漫的耶诞灯海，12月13号在大安森林公园露天音乐台将再度举办耶诞音乐会，国际耶诞文化嘉年华则从1天扩大到3天，在12月12号到12月14号举行，包含上摆摊耶诞市集、彩街报佳音及舞台表演等，适合亲子同乐。每一年大家很期待的，也就是我们的耶诞音乐会，今年我们会再度在大安森林公园露天音乐台举办，在12月13号。另外，我们的耶诞文化嘉年华活动也从去年1天，今年我们特别扩大规模3天，从12号、13号、14号，所以届时都欢迎所有市民朋友、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前来参与。蒋万安也开心地分享，日前带着2宝与3宝经过亮灯的耶诞主灯时，孩子们特别兴奋，已经在期待平安夜的惊喜。他也邀请市民朋友呼朋引伴、携家带眷，一起来感受耶诞节的喜悦与温暖。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桃园文学馆3楼展厅从即日起推出自影桃园当在地故事遇上文学改编特展，呈现文学作品被影视化的过程，包含脍炙人口的鲁冰花、爆笑又经典的报告班长等，都是桃园作家的创作，展现桃园深厚的文学底蕴。跟着镜头一块来了解。桃园文学馆3楼展厅从即日起推出自影桃园当在地故事遇上文学改编特展，聚焦文学跟影视的交汇，带观众认识桃园作家的作品是怎么以影视作品被大家所看见，包含脍炙人口的鲁冰花、爆笑又经典的报告班长等，呈现文学作品被影视化的过程，展现桃园深厚的文学底蕴。这个特展的主轴，我们是希望可以让民众就是进来看到桃园的文学可以被改编成各式各样不同的形式，例如说像电影、电视剧、舞台剧，甚至是漫画。那需要透过各式各样的改编，我们用不一样的 IP 去呈现，让桃园的民众可以知道我们的文学可以用不同的风貌出现在各式各样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想要看到这个影视改编的一个
多元化。对，那比如说像陈明凡老师的《报告班长》，它可以被改编成脍炙人口的电影。那比如说像陈明凡老师跟吴念真老师还有林清玄老师合作的《香火》的剧本，我们还有甚至左轩老师的《神之乡》，我们希望可以透过不管是偶像剧也好，或者是电影也好，让我们社会大众呢，透过就是各式各样知道各式各样的影剧的作品，然后知道说文学也可以被改编成更贴近于大众的影像，然后也可以用各式各样不同的形式烙印在民众的心里。展场特别复刻多位作家的创作书桌，让观众了解当年的作家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创作出一篇篇精彩作品，还能一窥钟肇政钟老先生以前手写台语剧剧本的复印手写稿。说像钟肇政老师，我们知道他是非常著名的作家，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他其实在台视有担任过台语剧的编剧，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展览，让我们一般大众印象里面的作家可以用他不同的面貌来呈现。里面也特别打造互动体验区，邀请民众上传照片与故事，可以直接在展场被投影出来，让彼此的创作跟心路历程可以互相交流，鼓励大家勇于创作。那我们也希望透过民众可以直接透过自己的创作，然后呢扫描 QR code 就可以分享自己的照片啊，还有今天来看展的一些抒发的一些心情。那透过即时互动呢，也可以将自己的作品留在大荧幕上。那如果说您下次再来造访，或是带朋友来造访，就可以一起透过我们的互动机制留下您更多的创作。民众表示，看完展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的电影跟戏剧都是桃园作家的创作，还有很多难得一见的特别展品让人印象深刻，创作分享的互动也很有趣。像以前小时候听过的一些鲁冰花啊，还有报告班长，然后看了这个展之后就知道说，原来是这些作家他们的作品。对，然后现场还有一些手稿，作家的手稿那些，就觉得还蛮特别的。还有一些像，因为现在很流行一些文学 IP 改编小说，呈现影像化，然后就觉得说，他现场就是有放一些之前熟悉的一些影像，对，就觉得还蛮新鲜的。自引桃园当在地故事遇上文学改编特展，希望借着展览呈现出文字化为影像，让桃园的故事以全新姿态跟大家相遇，让观众看见文学的更多可能与想象。特展为期半年，欢迎大家一起来了解在地故事的多元面貌。记者赖伟一头报道。基隆马林冬天有什么呢？带您来农场来趟食农之旅，采挖口感像水梨的豆薯，了解在地矿坑文化，深度体验马林的农业与历史风貌。用力一拉，白色的豆薯从土里冒出来。绿竹园3属农场民众正体验采挖豆薯的乐趣，这种口感像水梨的作物，让许多人大开眼界。第一次挖这个植物，这个农专题很有趣，然后觉得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地方，来体验这个有趣的一个活动。超喜欢大自然，然后自己可以亲自体验，然后觉得非常开心，很疗愈。豆薯嘛，种下去要2、3年、3、4年才会长那个大的豆薯，这么大啊，一颗10几斤。哇塞！那个是要洗一洗砍瘦干的就变成太白粉。你那个这个是比假如说做好晒干假如有发烧就是赶快拿一点那个泡那个开水这样吃下去就好，就不用打针了。豆薯，比如说你可以去腌醋、腌糖。采完豆薯，农场主人陈俊龙带领大家动手制作传统的龙凤腿，将新鲜的豆薯变成美味料理。龙凤腿这个其实我们是为了找出它的一个过去的一个传统的记忆，那还有一个是传统的文化。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现在人都不知道，是在各种农作物里面，我们都可以用这样运用的方式去达到我们想要做的食农教育的成果。带小朋友来这里很特别，就体验大自然，然后做一些体验的活动。就是平常在城市就是很多人这边就很放松，很好玩。好玩吗？好玩。食农体验结束，马上带民众了解马林地区的历史文化。马林过去是煤矿产业聚落，马溪社区发展协会将矿工文化转化成旅游体验，让游客亲手制作小矿车。很高兴就是来跟他们分享这个小矿车，也分享到我自己的喜悦。我回社区就一直在做我们矿业文化的一些推展，然后把矿工辛劳的那一面转化成矿业小旅行，还是今年真的是达到爆发的一年。
从田园到餐桌，从历史到手作，马林东游食农体验，让游客用双手感受在地文化与自然风土，带回满满的回忆与收获。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在全台拥有100万有线电视跟宽频用户的中嘉集团，11月29号在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举办健走活动，获得数百位员工跟眷属热情响应。集团总经理陈佐明表示，员工健康安全是企业永续的基石，因此公司始终致力于营造健康友善职场环境。10月更获得国民健康署健康职场认证。未来中嘉集团将持续朝对的方向前进，举办各项健康促进活动，落实永续发展的理念，跟同仁一起创造幸福职场。我们往前出拳。做完暖身操，在中嘉集团总经理陈佐明与各部门平台长官共同鸣笛下，数百位来自桃园、新北、台北与基隆的中嘉集团员工与眷属，一大早就从大安森林公园出发，展开活力满满的健行活动。总经理陈佐明表示，中嘉集团非常重视员工的健康与福祉，除了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也不定期举办各项活动，鼓励员工参加。这次选择在台北市最大的城市绿洲大安森林公园进行健走，就是期盼透过简单、轻松又容易入门的健走活动，鼓励员工走出办公室，亲近大自然，养成定期运动的好习惯。我们中嘉集团非常重视员工的健康与福祉。那我们相信，公司未来成长是来自于员工的活力，那健康就是我们最主要的活力的来源。那我们今天举办这个健走活动，都希望借由这个简单、轻松、容易入门的方式，让员工走出办公室，亲近大自然，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未来可以继续办下这个活动，让员工可以在我们中嘉集团可以安心的工作、生活健康。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在绿样蓝的公园边欣赏美景边享受森林浴与芬多精。对于公司举办健走活动，不少员工趁着假日携家带眷踊跃参与，直说这样的活动很棒，因为既可以运动健身，走完全程还有后背包、水壶等完赛礼可以拿，一举数得。主要是想说参与公司这活动，办这活动其实也不容易，然后想说早点起可以运动这样子。那平常有运动的习惯吗？其实有1个礼拜大概打羽球大概1个小时这样子，对，也只有这个时间啦。平常下班就回家自己煮这样。因为可以一起运动，又有东西可以拿。有东西可以拿。最期待哪一个奖品？我最想要后背包。还不错啊，就可以凝聚员工的向心力啊！谁真的这么早到，谁就是对公司最忠实的员工。哦，是这样子的道理。那这个完赛礼，你最期待的是哪一个？水壶。中嘉集团积极守护员工身心健康的努力，也获得外界肯定。今年10月更取得国民健康署健康职场认证。中嘉集团总经理陈佐明表示，这证明公司的方向是正确的，未来也将更接近员工需求，办理各项健康促进活动，与同仁一起创造更完善、更幸福的健康职场。我们在今年的10月取得国健署的健康职场认证，我想我们很荣幸取得这个认证。我想这个认证代表我们过去我们在员工的健康管理、友善环境。还有我们的那个员工的照顾上面所做的事情的一个肯定，那也代表说我们目前所做的方向是对的，那我们中嘉集团很重视员工的平常的工作表现，但我们更在意的是员工的整个身心健康。我们对于员工的他们有没有运动，还有他们的饮食、他们心理健康，还有他们的工作环境，我们是非常在意，也是我们未来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加速前进 ，Go！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由新北市政府举办的第15届金彩奖颁奖典礼，28号晚间盛大登场。今年总计有30家业者报名参赛，最终选出13个奖项，共37件入围作品，竞争相当激烈。中嘉宽频旗下系统业者共有9件入围作品，其中包含中嘉宽频庆联的野食坊，以及中嘉宽频3冠王的南境时光节目，也都入围金彩世界奖，最终斩获创新服务跟公用频道经营奖2大奖肯定。新北市优尼克当代马戏团的精彩演出，为第15届新北市金彩奖揭开序幕。
这是由新北市政府举办的第15届金彩奖颁奖典礼，28日晚间盛大登场。今年总计有30家业者报名参赛，最终选出13个奖项，共37件入围作品，竞争相当激烈。而中嘉宽频旗下系统业者入围地方风采节目奖、最佳新闻专题奖、精彩世界奖、公用频道经营奖、评审团特别奖以及创新服务奖，共有9件作品入围。最终荣获创新服务与公用频道经营奖的2大肯定。精彩15创新服务奖得奖的是数位天空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恭喜获奖。在创新服务奖方面，这是中嘉宽频数位天空连续第2年获得奖项肯定。中嘉宽频北2区平台事业处平台长徐雪玲表示，制播优质节目是对在地媒体的责任。有线电视一路走来都在持续创新，中嘉集团持续运用在地资源，推动社区服务与地方回馈，期许中嘉不只是一个媒体平台，更是一个与民众携手向前行的伙伴。谢谢新北市政府，还有谢谢评审团对中嘉宽频数位天空的肯定我们花了很多心力在做持续的创新那我们持续投入了很多的在地资源，不仅做地方回馈、做社区服务我们的期待是，我们不希望只是一个媒体平台。我觉得我们的基础网络、我们的投入，我们希望成为我们地方的一个跟地方一起向前行，而不是只是一个平台期待就是能打造一个兼具温度以及创新的地方媒体典范。另外，中嘉宽频新视播则以永续共好为主轴，荣获公用频道经营奖，以结合活泼有趣的活动与节目，让民众了解公用频道精神，并落实媒体禁用权。不仅在活动与节目中传递温度与健康，更承担高度社会责任，记录地方人物故事的同时，推动媒体识读教育，也举办公益活动，协助民众预防诈骗，学习传播技能，分享个人生命经验，充分展现长期耕耘社区的努力，以媒体实现永续共好的目标，也因此在金彩奖拿下公用频道经营奖的佳绩。我们在新北深耕其实超过了40年，始终以在地企业自诩，落实永续经营及社区共的理念。那在公用频道的推动上呢，我们也会持续以打造更健康、更温暖的媒体平台来持续努力。谢谢大家。新北市新闻局表示，今年典礼盛况空前，不仅新北市13家有线电视业者参赛，还有10多家来自全国的优秀团队齐聚，透过镜头记录台湾故事，传递感动，展现地方特色与媒体责任感，让金彩奖不只给予有线电视业者的肯定与鼓励，也提供业者们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中嘉宽频这次斩获2项公司服务类奖项，成绩亮眼。未来在面对网络时代的挑战，不断创新，将持续用全新的行动力，提供用户全区1G宽频网络以及更多创新数位智慧家庭服务。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为了鼓励台南市中小企业持续投入创新研发，提升产业竞争力跟附加价值，市府经发局办理地方型 SBIR 推动计划，今年共计有17家绩优厂商脱颖而出，展现台南企业在低碳节能、数位转型、创新服务、运动健康等领域的成果。其中，中嘉宽频双子星推出的360环景影音服务，让民众在家中观影时就像亲临现场一样。创新的服务获了台南市 SBIR 推动计划公共示范服务贡献奖肯定。中嘉宽频双子星创新推出360环景影音服务，让民众收看电视的时候，可以透过机上盒遥控器切换影像角度，还可借由语音及数字键在节目中互动。这项创新服务获得台南市经发局 SBIR 计划公共示范服务贡献奖肯定。恭喜主导公司双子星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陈建春总经理代表领奖。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总经理陈建春表示，这次将台南20个知名景点透过特殊摄影机录制，让影片呈现出360度的全景效果，同时还能进行互动，希望带给有线电视用户不同的收视感受。感谢我们台南市政府经发局这一次给双子星有线电视，然后还有新奇多媒体以及马博科技，我们这次申请 SBIR 这个专案的肯定。那我们这一次是利用我们数位机上盒，把我们所拍摄台南市20个历史文化观光景点的影片，用360度的方式来做呈现。那所以
我们的观众只要透过我们数位机上盒，就可以看到360度环景的这种效果。然后最主要的，它更特别的就是操作不会很复杂，因为它只要透过我们的遥控器上下左右键，就可以去操作这个我们这个环景的角度。那另外呢，我们的遥控器上面还有一些颜色键，你还可以去做按赞，然后打招呼，然后还有做语音的留言等等。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的有线电视的收视户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收视感受。那未来呢，我们双子星有线电视也会持续的来开创更多的不一样的这些应用功能，然后让我们的收视户有更多收视上面不一样的体验。经发局长张元廷表示，台南市 SBIR 辅导计划今年共有53案通过辅导，每间厂商都很优秀，在产值及研发创新上保持成长，预期在未来5年内还是会不断创新，请大家拭目以待。台南市政府的 SBIR 的一个辅导的成果相当丰硕，总共有53案至少辅导的成功的案例那这些厂商们都相当优秀然后也把我们的产值带上来，至少今年度已经有3.3亿以上的一个规模。那我们希望呢，未来在研发联盟或者主题式的一个创新部分呢，我们都有持续性的一个成长。那从现在目前的状况到未来的话，我们预期在未来5年内还是会有不断的有一些创新的技术还有产品会出现，然后我们大家也拭目以待。中嘉宽频双子星在创新服务上展现出具体优异成果，提高产品附加价值，荣获2025台南市 SBIR 计划公共示范服务贡献奖殊荣。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在2020年开幕的羽田商旅今年喜迎5周年，特别举办5载之约幸福绽放周年庆活动，以浪漫幸福为主轴，结合幸福婚纱走秀跟商务旅宿形象，展现美好空间跟商务休憩完美交融的双重魅力。模特穿着婚纱在社区庭院当中走秀，有西式礼服和中式秀和服，相当漂亮。羽田商旅5周年庆以幸福与浪漫为主轴，结合在地社区，让新人感受幸福在羽田蔓延的氛围。我们是以社区出发，然后结合社区的一些厂商来做一些社区的回馈。那当然，住房上我们有推出5周年的住宿优惠。幼稚园小朋友以可爱舞蹈祝福羽田商旅5岁生日快乐。长官贵宾们一字排开，放出气球，宣布5周年庆活动正式启动。业者强调，羽田商旅不仅是南科出差旅客的住宿首选，更是新人迎接新篇章的理想场地。我们始终相信呢，旅馆它不是只是提供的住宿的地方，我们希望所有的旅人他们在忙碌之际来到了羽田，都可以感受到家的安心跟温暖。为了回馈旅客，羽田商旅在脸书上发起活动，邀请粉丝祝贺羽田商旅生日快乐，按赞分享就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抱回阳光套房住宿券。记者说怀谈的报道。你喜欢吃汉饼吗？万华一家老字号面店推出才德饼，以蟹壳黄为灵感，将汉饼做成容易入口的大小，诉求真的有蛋的蟹壳黄，名称更是具有招财的寓意，成为西门町的知名伴手礼。一口咬下才德饼，饼皮酥脆，甜咸交织，芝麻与蛋黄香味在口中绽放，灵感更是来自经典点心蟹壳黄，不大不小，刚刚好，名称更是有满满祝福，象征以德聚财，是店内最具代表性的招牌。外面的饼可能稍微有点软，口感上，但是他们家的饼是脆的，酥脆，吃起来很香，会想要再回购。爸爸也蛮喜欢吃的。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来研究看看，那看能不能里面跟人家不同的是说不要包有肉，可是又有那个口味又独特这样子，我们就往这方向去想，然后不要做那个尺寸太大，可以让人家现在符合现在的人的就是人口少，然后吃起来方便，不用这样子切这样子。以前我们家里其实就会做这个饼，只要遇到逢年过节的时候，都会做这个饼来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分享。那这个口味大家也是觉得说，每次到过节的时候，就会有亲朋好友来，就是想要一起订住，就是订着抢着吃啦。那我们想说，好啊，那这既然是一个
家传的口味的话，那不如就试试看，让大家一起分享。那没想到说，会让大家会有这么大的响应啊。饼铺由西门町老字号面店2代创立，店里以销魂猪脚饭闻名，但因为年轻人对糕饼的热情，加上节庆手做月饼受到赞赏，于是独立成立品牌，为老味道开启全新篇章。客人上门的话，有跟客人推荐这个可以试试看看，然后或是发试吃。那客人的话就是好评说还不错，说你们可以做礼盒啊这样子。那爸爸就开始往做礼盒方面去想这样子。除了才德饼，店里的创意菠萝蛋黄酥，在传统蛋黄酥外多了一层酥松的菠萝皮，入口奶香四溢，让人一吃上瘾，成功吸引年轻客群。一般遇到的蛋黄酥都是那种千层，就一层一层的那种薄薄的饼皮，可是他们是菠萝，所以就增加了那蛋黄酥本身的口感。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也是有自己过来买，然后买很多回去送亲朋好友这样子。在台北造起来计划协助下，饼铺完成品牌全面升级，从视觉设计到门市空间都更亮眼，让汉饼不只局限于节庆，也能成为送礼的好选择。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市政府这边市府团队他们一直鼓励我们，他觉得我们的东西也蛮有创意的。然后至于就小朋友他们也有兴趣了，那我想说好啊，那既然有机会的话，就让他们去共同去走走看，这样。我觉得我们的市府团队非常的用心啊，把我们打造成这个这么有形象的样子，非常的开心啊。从面到饼，从老店到新品牌，饼铺以创意汉饼重新诠释西门町风味。店家期盼才德饼能像太阳饼、竹堑饼般成为城市代表，让旅人一口就能记住台北的专属滋味。记者林启慧台北报道。现在正是台南特有的青皮椪柑盛产期，台南市政府农业局特别跟统一超商合作，精选台南当季新鲜的青皮椪柑，并在统一超商正式上架，推出贴有台南市徽及青皮椪柑小知识贴纸的果品包装，不仅象征原产地认证，也展现在地农业品牌，让全台甚至外岛消费者不用出远门，随时都能品尝到台南特有的青皮椪柑。台南因为土壤与气候条件好，因此生产出多样化的水果，不只味美，而且兼具营养价值。其中台南的青皮椪柑虽然外表是青绿色，但果肉已经成熟。这次市府农业局与统一超商合作，将台南青皮椪柑在超商上市，不仅将台南优质农产品品牌化，而且在全台甚至外岛超商都买得到。台南的这些农渔产品一直都非常的支持。我都说优质的农特产品，要品牌化，要全国化，一定要上 7 的通路，对不？你只要上了 7 的通路，就表示你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再来就是什么？你有可能被全国的消费者能够看见。橘子的这个东西是上班族最需要的，为什么？营养价值，刚刚副市长已经有讲过，但我觉得除了营养价值以外，它更有无形的价值。为什么？吃方便、营养好之外，酸酸甜甜、甜甜酸酸，更是恋爱的感觉。我觉得目前不管是上班也好，消费购物买东西也好，只要你心中有爱爱这块土地，爱这个水果，爱任何的每一个人，我们台湾都可以更好。在上市宣传记者会中，台南市副市长叶泽山也与统一超商贵宾一起动手示范调制椪柑汽水，搭配青皮椪柑果酱，并将青皮椪柑果肉放入杯中，调制出丰富的口感，用创意为台湾水果开发全新吃法，展现青皮椪柑的多样变化。记者林莹跟台南采访报道。以上就是本周的中嘉新闻周报，感谢你的收看，我们再会。